台南邮局关心着长辈推动关怀列车，这站来到将军区的巷口社区，让长辈感受到社会温暖。舞台顶的老师对音乐咧跳，大开时段嘛做伙运动。这是伫将军的巷口社区关怀据点，为了迎接随要到的中央节，台南邮局嘛专工前往社区关怀时段，准备真侪纪念品送予参加的时段，佮喊因做伙跳舞，希望因会当加参加社区活动。带我们的伙伴呢一起来这边。 然后跟这些长者互动哈，然后也利用这个重阳节的时间呢，跟这些长者慰问一下。台南邮局的行动关怀列车，透过社会局的媒合，会继续关怀偏乡的社区，联合在地志工推出适合的活动，让时代会使感受到社会温暖。这几年时代人口的增加，伫偏乡更加明显。台南邮局透过安尼关怀列车行入社区，嘛希望时代会当维持好的生活品质。